約翰福音，約翰福音第1章。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佢在太初與上帝同在，上帝通過佢創造萬有，所有所創造嘅，冇一樣唔係通過佢創嘅。道就是生命嘅源頭，呢生命將講書本人類。講就在黑暗中，黑暗從來唔是陽光講。有一個人名按到約翰，係上帝所差派嘅使者，佢來為佢講作證，愛本大家聽到佢嘅道理來信。佢本身唔係佢講，係愛為講作證，佢講係真講，嚟到世間講就全人類，道在世間。上帝係通過佢創造世界，仲係世間人唔識佢。佢來到自家嘅地方，自家嘅人三唔接受佢，仲係凡接受佢嘅，就係信佢嘅人，佢就輸佢哋做上帝子女嘅權利。呢啲人做上帝嘅子女，唔係因為血統關係，像對人嘅信欲。也係對男人嘅意思來講嘅，係對上帝講嘅。道成咗肉身，係在我哋嘅當中，充滿恩典和真理。我哋要看到佢嘅榮光，也係阿爸獨一嘅那嘢讚耀嘅榮光。約翰為佢作證係講，關係佢，我實講，佢比我較晚來，總係比我較偉大，因為我。望出世，佢已經存在。對佢嘅奉獻，我哋全部有兩數到恩典，並恩上加恩。上帝通過摩西頒布法律，仲係恩典和真理，係通過耶穌基督來嘅。從來唔是有人看到上帝，只有獨一個那嘢上帝，就係在阿爸懷中嘅，將佢啟示出來。以下係約翰嘅見證。當時猶太人嘅領袖對耶路撒冷派到祭司和利未人去見約翰，問佢講：你係乜人？約翰無奇切回答，反轉坦白老佢哋講：我並唔係基督。佢哋就問：按樣，你係乜人？係以利亞嗎？約翰應講：我唔係。佢哋又問：係嘅先知嗎？佢又應講：唔係。佢哋接定講：聽你老愛哋講，你到底係乜人？愛哋好回復派愛哋來嘅人。你自家講，你係乜人？約翰用先知以賽亞嘅話回答講：在曠野有人喊講，為主修出其所愛行嘅道路。我就是呢個人。法利賽人所派來嘅幾條人質問約翰講：你既然唔係基督，唔係以利亞，也唔係個先知，按樣你做乜該行洗禮呢？約翰應講：我係用水行洗禮，總係有一個奇才唔到當中，你哋唔識嘅，佢比我較晚來，我就是老佢脫鞋，也無資格。呢條事發生在約旦河東邊嘅伯太尼，就係約翰行洗禮嘅所在。第2日，約翰看到耶穌對佢行定過來，就講：看啊，上帝嘅羔羊，除脫世間人嘅罪嘅，呢個人就是我實講嘅，佢比我較晚來，總係比我較偉大，因為我還未出世，佢已經存在。我並唔識佢，總係我來用水行洗禮，為到愛本以色列人認識佢。約翰又作證講：我看到聖靈像一鴿嘅對天堂降臨，落在佢嘅身上。我還係唔識佢，總係在我用水行洗禮嘅上帝老我講：你看到聖靈降臨，落在萬人嘅身上，呢啥就係用聖靈行洗禮嘅，我已經看到了，所以對你哋作證，佢就是上帝嘅來。
又過一日，約翰留家兩個學生要企在隔壁，佢看到耶穌經過，就講：看啊，上帝嘅羔羊！這兩個學生一聽到這個話，就去聽耶穌。耶穌轉身，看到佢哋聽佢，就問講：你哋前默嘅？佢哋應講：拉比，你係在哪位？拉比嘅意思就是先生。耶穌講：你哋來看。佢哋聽佢去，看到佢吃嘅蔬菜，今日就同佢共下吃。這時太陽係下晝4點鐘，聽到約翰嘅話，就聽耶穌嘅2-3鐘。有一個係西門彼得嘅老大安德烈，佢先尋到佢嘅阿哥西門，老佢講：我哋已經尋到彌賽亞咧。彌賽亞嘅意思就是基督。然後佢就帶西門去見耶穌，耶穌注目看佢講：你係約翰嘅拉嘅西門，仲係二位本人喊做基法。基法老彼得意思同樣，就是磐石。又過一日，耶穌隔天去加利利城，佢尋到腓力，對佢講：來聽我。腓力係8歲大人，老安德烈並彼得同鄉。腓力尋到拿但業，老佢講：摩西在法律書中所寫，老眾先知所記載嘅該啥，我哋已經尋到咧。佢就係約瑟嘅仔嘅拿撒勒人耶穌。拿但業就對佢講：拿撒勒咁會出乜嘅好嘅嗎？腓力講：你來看。耶穌看到拿但業對佢行定過來，就講：看啊，佢係一個真實嘅以色列人，佢嘅心中無詭詐。拿但業問佢講：你用我信啊？耶穌應講：你在無法告訴下，腓力盲喊你，我已經看到你。拿但業講：先生，你係上帝嘅仔，你係以色列嘅君王。耶穌講：因為我老你講，我看到你在無法告訴下，你就信係無，你會看到比了還卡大嘅事情。耶穌又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會看到天開，上帝嘅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。